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楓葉教育商學中心嘅首席顧問 James。咁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咧，對於香港嘅學生嚟講咧，一定唔會陌生㗎啦。咁但係咧，香港嘅學生知唔知道咧 ？UBC 除咗有溫哥華、Vancouver 嘅 campus 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地方叫做 Okanagan，都有佢一個 campus 嘅喎。咁就俗稱咧 UBCO 啦。咁其實咧 UBCO 咧，佢都係擁有 UBC 嘅金漆招牌㗎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嘅畢業證書咧都係由 UBC 頒發嘅。所有學生咧畢業之後咧，佢哋都會持有 UBC 嘅畢業證書 ，which 係全世界頭40大大學嘅畢業證書啊。無論咧將來咧係繼續深造啦，定係求職啦，都極具競爭力嘅。咁 UBCO 咧，其實咧佢哋嗰個教學標準咧，同埋課程設備啊、師資啊，其實同 UBC 一樣咁嚴格嘅，所以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